晚上好，今日係中國嘅傳統節日元宵節。按照民間嘅傳統，大家會喺呢一日點彩燈、出門賞月、猜燈謎或者係食元宵嚟慶祝。不過，根據深圳市國家氣候觀象台介紹，今年元宵節嘅圓月咧就有啲姍姍嚟遲，要睇圓月就要等到17啦。而今日夜間雲量較多，希望天公作美，等大家可以觀賞到圓月。今日錄得最低氣溫13.5度，最高氣溫23.6度，相對濕度介乎於46%到85%之間，錄到微量降水。而今日錄得最高紫外線指數係8.2，強度強。今日我區空氣質量指數係55，狀況係良好。你睇下天氣圖，預計受到暖濕嘅偏南氣流影響，氣溫將會明顯回升，濕度逐漸增大，雲量增多，霧霾現象漸趨於明顯。今晚到聽日白天多雲間陰天，氣溫17到24度，偏東風2級。星期二多雲到陰天，有輕霧或霾19到25度。星期三多雲間陰天，有輕霧或霾19到26度。星期四同星期五都係陰天到多雲，20到25度，有輕霧或霾。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8，強度強。元宵節亦都係中國嘅情人節之一，希望大家元宵節快樂，我哋聽日見。